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要一起来共读诗篇第87篇，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经文。诗篇第87篇，克拉后代的诗歌。上主伫圣山起造家己的城，上主喜爱锡安的城门，也给以色列拢总徛起的所在。上帝的城，遐会通夸耀的事，是指你来讲的。我要将埃及甲巴比伦列入捌我的民族内面，看费斯、泰尼、古实，因逐个拢伫遮出世。关系锡安人要讲，即个迄个拢伫遮出世。至关者要亲身互锡安永远坚固。上主调万族来登记的时，伊会记录讲，这人出世伫遐。唱歌的、跳舞的拢讲，锡安是我福气的源头。诗篇第88篇。今天这首诗篇很短，只有7节。那越短的诗篇呢，我们越不容易有足够的资料去寻索，去找出它的相关联的背景。好，那这首诗篇87篇一开始讲到，这是一个可拉后裔的诗歌。好，所以前面我们大部分看到都是亚萨的。好，那从84篇、85篇，然后到87篇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都是可拉后裔的诗歌哦。那可拉也是利未的3个儿子的后代，那也是利未人做圣殿里面这个敬拜音乐侍奉的工作。那这首诗歌呢，从这首诗的背景来看，那很有可能呢是在这个以斯拉记的第7章到第8章，或是尼希米记的第1章，还有最后一章12章。背景大概是在主前的444年。就是尼希米来用52天修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完毕的时候的一个颂赞的情境。那或是跟这个情境相关的。那这首短短的诗呢，可以分为2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呢1到3节讲到锡安是上帝之城。第一节，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，耶和华爱锡安的门，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。神的城啊，有荣耀的事是指着你说的。这前面这3节呢，颂赞锡安是一个上帝知名上帝所立的城。那是在上主建造的呢，是上帝，不是人。而且呢，这个上帝的城是神所爱的。好，所以第2节，耶和华爱锡安的门，也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。好，所以这雅各呢，也可以指以色列。好，那在现代中译本呢，把它意思翻译出来，他喜爱耶路撒冷胜过以色列任何的城邑哦。好，那这是一个颂赞锡安，颂赞耶路撒冷的诗。那神的城有荣耀的事是指着你说的。好，那在现代中译本把这个意思翻得比较白话，就是上帝的城啊，他把这个上帝的城拟人化。请听神提到有关你的光荣事迹。好，所以接下来呢是第二段。第二段呢就是第4节到第7节，讲到呢这个锡安是一个像母亲一样的城，能够在这边生育养育来培育神的儿女。好，第4到7节，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人，是在认识我之中的。看非利士人、推罗和古实人，个个生在那里。论到锡安，必有话说：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。而且至高者必亲自坚立这城。当耶和华进入万民的时候，他要写出人的出生地，歌唱的、跳舞的都要说：我的泉源都在你里面。后半段是从前面的颂赞的内容，那神怎么样来颂赞神的城耶路撒冷锡安呢？
啊，所以第四节的第一人称我要提起，就是上帝的自己所表达的话。好，那我们看现在中译本翻译成，在顺服我的那些国家中，有埃及、巴比伦，还有菲利士泰尔古时，我要把他们当作耶路撒冷公民。所以这个意思呢，好，意思就是啊。这些人都要成为上帝城中的公民。好，而这些人怎么样成为上帝城中的公民呢？就是认识神啊，认识神。那现在周一本把它想顺服神，顺服神的这些国家。好，那在历史上，这些国家他们怎么样顺服神，或是说在被掳归回期间，那原来他们都是敌对神。那他们是否有在神的作为当中来归向神？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么多的地方的人呢，那到使徒行传到五旬节的时候，也有很多神的百姓儿女已经住在这些地方，然后他们也会来朝圣来敬拜。那所以这个锡安呢，耶路撒冷城呢，好像是一个孕育神儿女生命的母亲。好，第五节说，至于锡安，我念现在这种一本修订版。至于锡安，万国都是他的公民，至高者要使他强盛。好，所以讲到这个上帝之城，上帝所喜爱的城呢，要成为所有的国家民族的母亲。好，那要成为他的子民，而且呢，这些百姓要成为上帝城的之城的子民。好，那所以每一个人，意思就是说，这一个那一个都身在其中啊。好，那这一句话呢，在74译本，就是旧约的希腊文，好，翻译成人都要称她为母亲，就是所有的人，地上的人，世上的人，都要称锡安、称耶路撒冷为母亲，就是好像我们来到这里能够得到重生一样啊。第六节，上主要准备人民的名册，把他们都当作耶路撒冷的公民。所以这个意思比较容易懂啊，就是他要写出人的出生地。那现在中译本直接用白话的方式、意思的方式，让这个诗能够连结起来。就是既然称耶路撒冷为母亲，所有称耶路撒冷为母亲的，上帝就把他们当作公民。最后一节，他们要唱、跳舞、歌唱，我们幸福的唱什么呢？我们的幸福泉源在锡安呢。好，那歌唱的、跳舞的都要说我的泉源在你里面，就是他们要颂赞他们的母亲，颂赞上帝的城，颂赞这位设立锡安城的上帝啊。其实就是最终是要把这些荣耀归给神。好，那这一首短短的诗篇，有的人认为这个诗篇有经文有损毁，或是有片段。那但是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呢的努力呢，让这首诗呢也能够虽然短，也能够很完整，就是一个外人或是被掳归回上帝的子民，他怎么样重新能够以上帝的城来做见证，能够来引领人。那在今天一样，我们也可以透过教会，能够让人来到教会，好像来到上帝的家，来到教会好像得到重生一样。来到教会，他们歌唱、跳舞、颂赞，那他们的名字也记在教会当中，而他们来赞叹、赞美说：“我的幸福的泉源都在教会。”好，那也盼望今天这首的诗篇不仅是颂赞锡安，也是颂赞主的教会、基督的身体。颂赞我们在地上的家，以及我们在天上的家，都能够成为我们的母亲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爸父神，感谢你，因为你所设立的城是圣城，但你应许我们的不是只有地上的城、短暂的城，而是一个天上的城，是永远的圣城，新天新地，天上的耶路撒冷。当世人不认识你的时候，你透过你的城里面的百姓来教导、帮助世人更加认识你，所以他们都要来归向你。他们都要来颂赞你，也愿我们每一位都能够成为
上帝的儿女能够来见证分享，让我们能够来呼喊，我们一生的幸福的泉源都在于你，都能够从你领受从天而来的各样的福气。我们向主献上我们的感谢，我们也求你使用我们的教会，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社区、社会的祝福，能够与周遭的人能够来分享主的恩典。我们如此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谢谢大家，大家平安。